喊发大财，不会让大家发财。但是政府认真做，努力做，大家真的可以过好一点，这才是真正的顾生活、顾生活。大家恭喜啊！我们要让好的力量、进步的力量、改革的力量进入国会，把反对改革的人、把扯台湾后腿的人、把不好的人阻挡在国会的大门之外。大家恭喜啊！咱离大选只剩下50几天，接下来的选战一定会越来越激烈。最后的阶段，一定有造假，一定有抹黑，一定有假消息，一定有打人的喊救人。这款代志，咱高雄的朋友、高雄的乡亲，应该是上清楚。大家讲是啊，不是啊？咱还阁会记得辩论的时阵，陈其迈互人讲戴耳机的代志无？陈其迈一家，陈其迈一家。啊，咱啊有看到讲被发现偷懒，就乱讲伊的车顶头有装追踪器这项代志，大家有听过无？还有讲不清楚的房屋交易，有勘察讲有人泄密，有国家机器啊。这个不是有跟没有之间的事情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被讨厌就好好解释，被质疑就要讲清楚，脚踏实地，清清白白，努力认真，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。政治真的没有那么难，大家公告。